Hello， 大家好，我叫孟碧雅，我来自蒙古国，今年23岁。第一次来台湾应该是满16岁没多久的时候，所以已经在台湾7年了，好快，7年。老实说，我来台湾之前都不知道台湾在世界哪里，长怎么样，讲什么语言，天气如何。但住了1-2个月之后，我都差不多习惯了，因为在这边环境都很干净，连大城市都很干净，社区很安全，台湾人也非常的友善。我来台湾之前，其实完全不会讲中文，连你好、谢谢、再见也都没有。然后听人家讲中文的时候，都觉得好难哦，我应该学不了，然后差一点放弃。但已经花了8-9个小时在飞机上，然后也花了爸爸妈妈的好几万块来台湾了，所以也不学不可啊。第1年我在台湾大学国立台湾大学语文中心学中文，从拼音开始学。然后那个时候，因为中文跟蒙古话、英文、俄文、韩文跟什么语言都完全不像。发音啊、汉字啊，对我来说都非常的不熟悉，所以一开始很难。但我还是每天认真去上课，然后做作业啊，学老师教的所有东西。在语文中心待了大概8个月之后，我申请了国立中正大学的法律系。你们想想，外国人从头开始学中文，只学8个月的外国人，能懂法律吗？能学法律吗？能毕业吗？其实我觉得大学那4年没有我的台湾朋友们的话，我应该没办法毕业的。因为学语言最重要，第一是自己认真，第2是环境，帮自己设一个完全讲中文的环境，第3就是不放弃。因为我跟你说，中文真的不简单，我一定不会，我绝对不会说中文是简单的。但你一学会了，它就给你非常多的机会。我大学的时候，宿舍也跟台湾人一起住，系上也尽量找台湾朋友，加入很多学生社团，因为大学的时候台湾学生都喜欢参加社团嘛，然后我也参加过很多交流的活动。好啦，讲了半天，回过头看，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学中文？你想过吗？你知道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是什么吗？答对了。好啦，我知道这个跟中国的人口有关系，那我就跟你分享我学中文之后发现的机会。第一，台湾的教育，台湾政府还有很多个国立私立大学提供许多的读书以及奖学金的机会，除了很多个有趣的全程中文授课的课程以外，这几年台湾各种学校的全英文授课的课程越来越多，而就是台湾的教育国际化越来越广泛。再说，在蒙古读大学的时候，应该几乎都没有打工的机会，可是，在台湾有非常多的打工以及实习机会，可以赚一点点生活零用金。但记得要合法工作，这个很重要。毕业之后可以跟我一样进修，读个研究所，或者也可以在台湾找正职的工作，因为很多台湾公司其实非常的欢迎外籍人士。但重点来了，这些读书啊、打工啊、实习啊、工作啊，这些非常棒的机会，你会中文才可以得到，不会中文就没办法了，这才是重点。以上是我的中文学习经验分享，希望对大家有帮助。欢迎你们学中文，尤其是来台湾学中文，我保证你一定不会后悔的。谢谢大家。